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人讲景啊景，景到一个袂灵景，意思就是讲景来景去，上尾景到的嘛毋是上好的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景，读过应景第二条。读景这是读背音，大语字典解释景的意思就是选择，像咱讲景选，就是讲景介意甲无介意的。有人爱食啥，有人无爱食啥，咱讲是景食。另外，佫有甲一寡菜色较歹、较无水的，或者是袂食的景条，咱讲是景菜。啊，若是甲地叶啊分级，甲无好的地米沙啊，甲伊景条，咱讲是景茶。都有一句话讲，景骨烧香，景菜散油。这个意思是讲看人款待，安尼无公平。这个文音读做简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景食，意思是讲有的人敢若爱食某一款物件，其他的无爱食。第二个词读做景选，会当讲是选择，又是景介意的甲无介意的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俗语咧讲，烧麦无景喙，烧拍无景味。朋友同齐食到，若是看到有人景食，特别景选爱食的料理，就莫加话，才袂拍歹感情，变做咧冤家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景，这是读背音；另外文音读做简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